Hello，各位朋友、網友，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呢個頻道，欣賞我今日嘅呢一條影片，為大家介紹Netflix 喺10月9號上架嘅呢一部台灣劇，叫做《回魂計》，唔知可唔可以講得上啦吓？係近期嘅全城熱話，因為我知道呢《回魂計》上咗架冇幾耐呢，喺台灣同埋香港仲有澳門嘅 Netflix 呢，都成為咗榜首 No.1 噶啦。咁喺其他亞洲區嘅市場，譬如新加坡啦，同埋越南等地咧，其實咧馬來西亞仲有都好好嘅成績㗎噃。咁啊，我咧就衷心希望呢部劇咧能夠咧打出呢個國際嘅市場，令到外國嘅朋友仔咧都認識呢一部劇。點解呢？因為我自己個人咧睇完晒之後咧，相當之咁喜歡嘅。咁啊，我諗最重中之重就係話咧裏邊嘅幕前嘅一個班底啦，有兩大嘅見鬼女主角就係包括咧第一代見鬼李心潔啊，同埋舒淇兩個咧都好戲之人嚟噶。咁啊，見鬼我自己好中意啦，係彭氏兄弟嘅作品嚟噶噃。好啦，咁今次咧睇翻佢兩個一齊咧聯手為大家打造呢部劇咧，首先呢，都係嗰句噶啦啊，哇，兩位女主角都保持得相當之咁好嘅，keep 得好好咁樣。咁啊，另外咧就係我諗最重要係部劇本身啦。嗱，最初我喺網上咧見到唔少嘅報道係關於呢部劇，亦都好多網民咧係談論嘅。咁我見到就話，哇，呢部劇咧嗱9集咧其實咧都唔短㗎嚇，因為每一集咧都接近1小時多啲添㗎嚇。咁但係咧啲朋友話，哇，唔得啊，真係咧停唔到落嚟，一定要一睇咧就一氣呵成睇晒佢。咁因為全線上架啦嘛，咁呢個都係幾大嘅賣點嚟嘅。咁啊，我一開始睇之後咧都真係要呢個感覺喎，真係停唔到落嚟喎。咁啊，雖然你唔能夠即係一次過9個鐘頭煲晒佢咧，都會咧能夠咧就得閒睇啲，得閒睇啲盡快。咁於是乎我咧就喺2-3日內咧，終於都煲晒啦。咁啊，雖然咧我自己睇落去咧，哇，好中意，但係亦都好多唔少嘅評論我見到啊，就係話嗱4個字形容晒噶啦，叫虎頭蛇尾。咁係咪真係求其咗呢個結尾？嗱，點解虎頭蛇尾咧？因為好多人覺得咧，其實咧開頭咧追看性甚高啊。咁啊頭3集咧，哇，真係完全係唞不過氣來。咁但係咧，發覺第3集之後去到中後段咧，開始咧覺得劇情有啲暴走喎。咁啊覺得咧最主要原因咧係裏邊有好多好多劇情嘅 twist 啊，即係話咧所謂我哋反轉再反轉，你以為劇情係咁行咩？點知突然間導演編劇咧俾個咧 surprise 你。然之後後邊原來有啲咧係估唔到嘅嘢發生咗咁樣。咁啊，其實咧睇呢啲劇啊或者故事咧，其實係好睇嘅，有啲 twist 位啊，你估佢唔到嘅情節。咁但係咧好多觀眾竟然咧就話咧略嫌太多啊嚇。咁啊先唔好講啲反駁位，因為反駁位實有噶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已經處理得相當之好，盡量少反駁位。但係呢啲反轉再反轉位咧，其實真係多嘅。但係我又覺得唔係吃不消嘅，我都接受到嘅噃。嗱，今次咧呢一部影片咧，我就會全劇透噶啦，因為咧，我想講講當中裏邊咧，想為即係我自己感受到為我哋表達嘅中心思想咧，係值得我哋咧，即係作為咧觀眾咧一個反思之外咧嚇，我想講講咧就係其實咧呢個劇情嘅發展咧係即係其實到底背後咧係蘊藏住一啲咩深層嘅意義。咁啊，所以咧當中一定會牽涉到咧全劇透噶啦。咁啊，所以咧我希望各位朋友仔咧，如果你係當然啦已經欣賞呢部劇嘅話咧，歡迎你咧就留低咧欣賞埋我呢一部咧，即係解說啦嚇。咁但係否則你未睇，但係咧你又心掛掛想快啲睇嘅話咧，希望你睇完之後咧翻嚟呢個頻道欣賞我呢一條影片嘅分享啦，好嘛？好啦，咁我哋正式就開始噶啦噃。嗱，呢一部咧叫做《回魂計》咧，首先咧個感覺俾到我咧嚇，有幾個元素嘅，包括咧嚇就係咧當年咧阿彭浩翔又係姓彭啊嚇，即係佢咧有一部咧電影叫《公主復仇記》，大家有冇印象咧？好舊嘅呢部戲咁啊，我自己都唔係即係有好深刻嘅印象，關於裏邊劇情係發展啲乜嘢，但係呢個感覺咧係好似嘅，因為裏邊當中咧都係有兩個女主角咧就係要為就係報仇啊嘛，係就向住佢哋一個男仔，覺得一個可能係個渣男嚟嘅，咁啊就瞞住一個就同第二個發生一啲嘅關係，所以咧兩個女主角咧係為個男仔復仇，冇錯啦。嗱，呢一部咧回魂計啊，都係一部復仇劇，係一個不折不扣嘅復仇劇嚟嘅噃。咁啊，除咗呢個感覺之外咧，另外仲有一個感覺俾到我嘅，就係似咧近期啦嚇，有一部又係劇集嚟嘅。
咁啊叫 Hellbound，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啦？地獄公使嗱，地獄公使咧，我自己個人好喜歡。咁啊，第一季好睇過第二季啦。咁啊，但係個元素似咩咧？就係話咧，大家有印象嘅話咧，地獄公使咧係講緊啊，竟然係可以預測到即係裏邊嘅某啲嘅角色咧係會得到呢個死亡嘅預告啊。咁有一個好靈異嘅物體出現咧，係話俾佢聽，你仲有幾耐嘅壽命，幾耐之後你就要落地獄啦嚇。咁啊，個時間咧就可長可短。有部分人呢，好快脆，即日就會發生；有啲人呢，就聽到個預告呢係10年後、20年後嘅。但係呢個元素，我覺得幾神秘啦，同埋幾刺激。咁喺呢一部回魂計都有類似嘅情況，因為講回魂啊嘛，佢講緊嘅就係話呢裏邊啊滲入咗一啲奇幻嘅元素嚇，就係話裏邊有個神女啊，喺一啲即係好神秘嘅村落度有個神女啊嘛。咁佢呢，原來可以能夠呢令人起死回生㗎噃。咁啊，即係只要即係死亡咗嘅呢一個人啦嚇，佢係仲有個肉身喺度嘅，即係肉身係未腐爛嘅嚇，咁啊就可以能夠將佢咧可以叫所謂還魂啊，咁啊令到佢咧能夠咧就重返呢個人間，咁啊叫咧翻生啦，死而復生。但係問題就係話咧係有個限期嘅，限期就係得7日嘅啫，7日之後咧佢就會化為灰燼，就永遠離開呢個人世間㗎啦嚇咁樣。咁所以咧亦都俾到呢個咧地獄公使一種呢個感受俾我。但係最重要係咩呢？最似係咩呢？就係呢一部劇啦！嗱，宋慧喬主演嘅《黑暗榮耀》，唔知大家睇完嘅朋友會唔會同我同一個感受？其實佢真係好似《黑暗榮耀》㗎啦嚇，成個通都好似啦，成個格調都好似啦嚇。裏邊呢，大家知道《黑暗榮耀》呢就係女主角宋慧喬，咁喺呢一部回魂計到究竟邊個係宋慧喬呢？其實好明顯嘅，就係李心潔啦。我覺得導演呢，編劇呢，係專登將李心潔咧拍到好似《黑暗榮耀》裏邊嘅宋慧喬，除咗個女主角係要復仇之外呢，我覺得佢即係佢裏面拍佢嘅某啲嘅狀態，甚至乎係某啲嘅一啲嘅場景呢，都有呢個感覺喺度。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呢，《黑暗榮耀》呢，其實女主角宋慧喬呢，就係自細呢，就係被欺凌，長大之後呢，佢喺成個成長嘅過程之中呢，佢呢就係不斷係去籌備啦嚇，就目的呢，就係需要呢，係做一個最大嘅復仇嘅當佢接近完成嘅時候，或者佢每一個佈局咧開始即係叫做漸入佳境啦，開始見到佢眼中嘅呢一啲嘅仇人將會得到應有嘅情報。所謂咩啊？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啊嘛！呢個就係回魂計裏邊兩個女主角講嘅一番説話啊嘛。咁啊，宋慧喬《黑暗榮耀》都係咁。咁當佢接近呢，見到佢嘅計劃呢，一步一步接近成功嘅時候呢，你見到佢除咗佢嘅表情啦，佢嗰種即係嗰個笑容啦，甚至乎係成個場景嘅描繪，都覺得佢係將會成為一個咧最大嘅勝利者。同樣地喺李心潔喺呢一度，大家見到有幾個即係位咧係好明顯嘅，包括係第3集尾，如果冇記錯嘅話，就係當佢哋咧即係個計劃就係要將當初即係嗰個叫終極嘅我哋叫佢做啦嚇一個呢個嘅反派啊，呢部劇嘅反派啦，張時海。咁啊，我亦都可以叫佢做烏鴉哥啊，因為佢真係好似古惑仔咧3啊，呢個隻手遮天裏邊嘅烏鴉哥，大家唔知即係認唔認同啦？佢嘅造型真係好鬼似，連 even 佢演繹都似，咁我可以叫做烏鴉哥啦嚇。咁啊，佢哋咧其實咧個目的就係要將呢一個咧已經係即係接受咗死刑㗎啦。一個呢個叫反派啦，將佢咧要咧起死復生，因為佢要做一個咧報復啊！因為當年咧就係呢一個人咧，令到佢哋即係兩大女主角啦嚇，舒淇咧同埋阿李心潔嘅女咧係受咗呢一個嚴重嘅傷害，甚至乎咧李心潔啦個女咧係直頭咧已經係離開咗人世㗎啦，已經好啦。咁啊，當佢一步一步部署，要將呢一個咁嘅反派要復生啊，要去將佢起死翻生之後，要喺佢身上做一個最大嘅折磨嘅時候，逐漸發生啦。我哋見到佢咧放煙花呢個劇情，咁大家知啦嚇。喺呢一部回魂計咧，佢哋嗰個即係呢個烏鴉哥咧就曾經有放過煙花，就咧表示話咧，哇，恭喜啦嚇！喺我哋呢一個園區嚇，佢哋咧係個詐騙集團喺個類似 KK 園嘅地方度嘅嚇。咁當某啲嘅即係俾我捉咗嚟嘅啲人士咧，佢終於都
逐漸咧達標即係詐騙成功啦，逐漸咧係可以咧叫即係滿咗達咗標就可以離開呢個地方咯嘅時候就會放煙花，當呢個係假象啦，睇咗朋友就知噶啦，全部係虛學係假嘅，係假完全唔係真係發生嘅一件事。但係佢做呢啲即係所謂放煙花就係賜俾大家一個希望喺度啦嚇。咁嘅時候咧，我哋見到阿李心潔咧都有放煙花，見到佢嘅表情其實就好似相當之似咧《黑暗榮耀》裏邊呢阿宋慧喬嘅表情甚至乎咧有一幕係天台一幕咧，佢有啲接近崩潰啦，同阿舒淇兩個對話嘅時候咧，嗰陣時候係 flashback 講翻之前佢好崩潰，佢救唔到佢個即係救唔到佢個女，又揾唔到即係又唔可以懲戒到傷害佢個女嘅呢一個烏鴉哥嘅時候，佢係好崩潰，幾乎想跳樓嘅時候咧，成個環境嘅鋪陳嗰個即係營造出嚟氣氛咧，都好有《黑暗榮耀》嘅感覺。所以我咁相信咧，導演其實咧係想咧，即係叫所謂打造另外一個台灣版嘅《黑暗榮耀》。不過咧，佢又好有新鮮感，佢唔係好似《黑暗榮耀》咁樣啦，純粹講咧就係話呢個人細個嘅時候女主角備受凌虐，所以咧成個長大過程就係鋪陳做呢個復仇。相反就係話咧，所謂嘅兒時嘅佢哋咧喺呢一部回魂劇咧變咗係女主角嘅女兒，即係將佢變咗另一種身份，係佢哋嘅女受到呢個凌虐受到呢個欺凌呢個傷害，於是作為母親嘅佢哋呢，要為自己嘅女報復。首先個主題呢，我覺得吸引嘅，佢用咗呢個泰國東南亞呢啲詐騙集團啦，即係大家呢曾經一時佳話討論嘅 KK 園做一個呢故事嘅根基。咁睇到大家呢，其實我覺得都幾不寒而慄嘅，因為呢，即係雖然即係可能大家都好幸運，未即係冇曾經被呢，就係帶咗去呢一個地方度體驗過啦嚇。咁有啲朋友可能真係有都未頂，咁有嗰啲朋友真係睇落去可能會有另一番感受都未頂，因為呢，佢出嚟嘅效果實在太逼真啦，令到我哋更加呢，即係從新聞從好多人口中聽過關於 KK 園事件之後呢，哇！你覺得裏邊嘅運作原來係咁嘅，咁你真係唔出奇嘅。佢係另一個打造另一個好虛擬嘅世界，喺裏邊佢哋稱之為一個天堂嘅度假村 Paradise Resort 係咪啊？係非常之咁諷刺。咁裏邊呢，所有捉到佢嘅少男少女咧，就當然啦就被佢哋咧操控住啦，要做呢啲詐騙嘅行為啦。咁好多人睇咗新聞就知道發生緊咩事。咁佢用呢個做呢個根基。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話咧，回魂記除咗個名之外啦佢咧連開頭咧都俾你感受到咧，似乎係拍一啲咧奇幻劇嘅感覺嘅喎。因為一開始咧都好擺重咗個位咧，去見呢個神秘村落裏邊咧，神女點樣將一隻即係馬騮仔起死回生，之後又見到一個家庭啦咁有個小朋友咧化為灰燼咁成個第一集咧開頭嘅幾場戲咧，俾你感受到咧就係關於咧好神怪劇嘅，關於要將一啲咧離世咗嘅一啲親人咧帶翻嚟呢個陽間嘅噃。點知原來呢一個咧只係一個開頭帶大家入局。其實最主要咧第一個 twist 位出現咗啦，第一個反轉位就係話原來咧佢哋雖然兩大女主角啦舒淇李心潔啦，一個就話咧個女已經咧就係已經死咗啦，亦都已經係成為咗骨灰咯噃，即係李心潔嘅女咁結果咧阿神女話咧唔得啦，你冇咗肉身之後我唔能夠將佢復活。另外舒淇嗰個女咧其實呢個 body 肉身仲喺度，但係咧就成為咗植物人。咁呢個又有問題喎。神女話喂，你係植物人嚟噶嘛，咁所以呢，佢未死啦，即係簡單嚟講未死，佢又唔可以將佢復活。咁呢一刻睇到呢一度嘅時候呢，我都以為個重心係擺喺點樣令到舒淇嘅女復活呢？會唔會到最後講緊佢哋就係話要諗到一個念頭，不如將呢一個植物人即係佢嘅女呢，就放棄治療啦，或者就將佢，或者甚至乎係將佢了斷個生命啦，等佢真係即係成為咗一個即係死去咗個人之後咧，咪可以能夠即係請求神女將佢復活翻咯。但係大家知喎，有個限期嘅噃，7日限期，其實有限嘅時間咧，其實都係幾痛苦。呢部劇都係想講呢一樣嘢嘅，就係咩咧？佢最大想講嘅中心思想就係話咧，其實絕望咧唔係最痛苦，最痛苦就係咧重複又重複咁帶俾你希望啊！呢一個咧就係今次呢套劇咧想講嘅重點。咁舒淇嘅女咧，絕對就係咧一個最好嘅例子啦。因為咧佢裏邊咧雖然成為植物人啦，唔代表佢咧係已經離開咗人世，甚至乎咧佢有一日都可能有機會醒翻。但係幾時咧？點樣咧？又冇人知。沒完沒了嘅希望，其實咧係對
即係在世嘅親人呢，係最大嘅傷害，係比絕望呢係更加痛苦。好啦，咁啊，比絕望更加痛苦嘅希望呢，其實係貫穿咗成套劇嘅，因為呢，我哋知道啦。呢件事裏邊咧，中心人物就頭先我所講烏鴉哥啦，阿張士海啦，咁佢呢就係最大嘅反派噶啦，好似係成套劇裏邊。咁啊，成個即係呢一個所謂天堂度假村呢，由佢呢就係負責係控制晒啦啲人啦咁樣。咁啊，裏邊當中好多呢，即係呢啲妹妹仔呢，都係即係去鼓掌之中嘅。有一個劇情呢，就係呢裏邊三個即係呢個妹妹女主角，三個女即係我哋咁講啦，三個女主角嘅女啊，即係包括呢，有阿舒淇嘅女啦，有阿李心潔嘅女啦，另外仲有一位媽媽係做律師嘅，佢個女呢，三個女呢，其實好朋友，但係呢都不約而同呢係入咗去呢個詐騙嘅呢個集團嘅呢一個所謂天堂度假村裏邊喎。咁啊有一場戲呢，咁佢三個呢就諗住逃走啦。咁逃走嘅時候呢，當中呢原來俾呢個烏鴉哥呢發現到，咁啊烏鴉哥呢甚至乎就話呢由佢哋三個，等佢哋以為自己走得甩，其俾少少希望佢哋嗱，但係到最後呢係捉翻佢哋噶噃。咁啊呢一度呢已經係相當之殘忍噶啦，就係話俾啲希望佢哋，但係到最後呢，佢哋都係落敗嘅。同一樣嘅情況呢，就係話呢，佢哋當中呢，阿烏鴉哥呢又拍啲片嘅，同啲女女叫佢哋拍片啊，同佢哋呢嘅家人講下，攞啲籌錢嚟係去救翻佢哋。但係呢啲所謂拍片嘅籌，即係啲攞贖金嘅呢啲片段呢，其實從來呢都冇呢係去到啲家人手中嘅。即係李心潔呢都話啦，你叫我女咁殘忍去即係虐待佢，然之後同一時間拍咗呢啲咁嘅片，但係其實去到佢個女即係走咗啦，佢呢先至睇到呢啲片，當中佢從來冇睇過。因為李心潔呢，我諗佢相信就係話呢，如果佢睇過呢啲片嘅話呢，佢點樣都會努力去籌錢去救翻佢個女。但係佢就同呢一個呢，即係烏鴉哥講，你當初拍埋呢啲片都唔放出嚟，其實理由咪就係做呢樣嘢咯，就係唔俾即係俾好多希望呢個受害者俾希望佢。但係到頭來呢，佢都係走唔甩嘅。呢啲片係唔會去到佢親人手中，結果都係換嚟一次又一次嘅失望。結果係點啊？一個人去到即係一次，即係希望重複又重複，但係都達唔到佢最終目的嘅時候，到最後都係情緒崩潰，然之後就會絕對受控制。所以呢，李心潔呢，佢都所謂以眼還眼啊，就係咁樣啦嚇。佢當佢哋成功將呢一個烏鴉呢就翻山之後呢，都會為佢拍一啲片送翻俾佢家人，希望佢家人呢係能夠睇到之後呢，肯呢就俾贖金去救翻佢。但係其實呢，拍完嘅片之後呢，係從來冇俾翻呢啲烏鴉哥嘅母親睇嘅嚇。咁大家知啦，個母親其實都唔係親生母親嚟嘅，養母嚟嘅啫係咪？但係佢都冇俾過佢，其實就係亦都係一個復仇其中一個環節啊，就係話拍埋片之後俾希望你，但係到最後呢，你都係只係換嚟重複又重複嘅希望。咁呢度就係咁講啦嚇，重複又重複嘅希望呢，其實呢係比絕望呢係更加痛苦嘅。咁我覺得呢個主題呢，其實幾點睇嘅，甚至乎呢，佢用到呢一個呢，即係翻生喺度啦。咁我覺得呢都哇好有新鮮感。竟然到最後呢兩個女主角係諗住呢，將呢一個呢終極嘅反派叫呢翻生回魂，目的就係想折磨佢啦嚇。咁但係大家睇咗就知啦。佢折磨佢用一集嘅時間，後尾我哋發現呢，折磨佢都即係冇乜用啊。因為你過分嘅折磨，到頭來佢又會死。咁佢哋用好多金錢先至能夠換取呢，攞翻呢個即係阿烏鴉哥嘅肉身，再攞去呢俾阿神女呢去即係使咗唔少錢，令佢將佢翻山，造成個過程。如果淨係區咁簡單將佢折磨翻至死嘅話呢，都係便宜咗佢。就等於佢最初話喂，佢就咁死咗，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獎勵嚟嘅喎。佢做咁多壞事，傷害咗咁多少男少女，而家咁簡單就咁離開呢個世界上死咗，佢係一個獎勵。可能一帶佢翻嚟呢個世界度，再去即係所謂懲罰佢啦用一啲手法去折磨佢，其實足唔足夠呢？咁兩個女主角發覺都唔足夠，其實感覺上冇乜意義，甚至乎呢，如果再搞耐啲呢，可能佢好快脆，即係唔好話7日啦，我哋話1日已經搞掂，已經又可以再一次攞佢命。咁變咗結果點呢？呢個劇情豐富啦，延伸落去就係話佢哋
點樣咧不斷咧，純粹係咪攞資料，其實就係想攞好多好多嘅錢啦，甚至乎精神上去虐待呢一個即係張士海啦咁樣嘅。好啦，咁嗱呢個劇咧，其實想終歸想講咩咧？佢講到一句説話就係咧，阿張士海就係烏鴉哥不斷講嘅就係話，其實人與人之間係唔存在信任。嗱呢樣嘢咧，亦都正正咧就喺阿張士海咧身上咧係見證到嘅。因為咧佢雖然有個母親但係呢個母親其實係養母嚟㗎啦。原來從來咧以嚟咧呢個養母對佢都唔係十分之好，即係利用佢咧去揾錢嘅啫。咁結果咧，你話叫呢個養母攞一大筆錢去救翻佢咧，其實咧係冇用嘅。呢個養母咧其實係唔會理佢，唔會幫佢嘅。甚至乎發展到最後啦，呢個 twist 位我都覺得多咗啦。去到呢度之前我都覺得全部都 OK 嘅，即係全部咧你鋪排到話哇，原來唔係淨係李心潔同埋舒淇嘅，另外仲有兩個男仔，一個咧就係舒淇隔離鋪嘅藥房嘅老闆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咧做鴨嘅喎嘅呢個叫 Eason 嘅男仔啊嘛，中意舒淇嘅噃。咁呢兩個原來咧都係咧當中係知道晒咧呢個成個事情嘅發展啦，亦都肯願意咧係加入去幫手嘅。嗱，呢啲全部呢啲位咧喺打後嘅每一集咧一集一集咁咧放翻出嚟咧，其實我覺得都 OK 嘅。係去到呢一個位，我覺得咧都係多咗啦。好似啲網民話齋啊，啲 twist 位太多啦。就係咧原來咧呢個烏鴉哥嘅阿妹都想佢死嘅。開頭鋪到佢阿妹咧話睇住自己嘅哥哥咧要接受呢個死刑嘅時候咧，就熱淚盈眶，真係哇喊得好唔開心。然之後中間有啲嘅即係劇情展露翻咧，就係個女咧，呢個妹妹啊，即係阿烏鴉哥個妹咧，其實同佢咧係兄妹情深嘅即係好唔捨得佢個哥離開，甚至乎覺得個養母咧係好唔啱嘅，咁虐待佢阿哥結果咧，當佢知道阿哥原來仲翻生嘅時候咧，佢都好落力去希望可以救翻佢阿哥。點知去到呢個 twist 位就係話，原來佢話佢都好想佢阿哥死，佢救翻佢原因就係要親手殺咗佢。原來呢一個咧就係真係好似多咗啦，係咪？咁講緊嘅當然啦，都合理嘅。佢就係話，因為佢一直咧會喺咧佢阿哥呢一個咧即係殺人犯嘅陰霾之下，令到佢咧好似咧就即係唔乾淨啊，俾人覺得佢咧係即係殺人犯嘅阿妹啊嘛，所以佢都好希望佢阿哥可以離開呢個世上。結果當佢發現到阿哥原來你未走啊，你仲喺度嘅時候，佢就親手救翻佢，就係想殺咗佢。咁呢度我覺得多咗少少，但係都係不斷去咧重複又重複嘅主題，反映翻人與人之間咧。其實咧係冇信任嘅咁去到最後咧，我相信呢部劇咧就講得最大嘅一個反轉位，亦都最貼題嘅啦。就係咩咧？就係話咧，裏邊呢三個妹妹，即係包括咧阿舒淇嘅女啦、阿李心潔嘅女啦，同埋律師嘅女咧，當初佢哋咧被捉去詐騙員嘅時候咧，交代緊佢哋三個好朋友啦。其實當中咧都有一啲即係好蠱惑嘅事情發生，就係當中有一個咧係。原來係成件事嘅幕後大主腦，就係舒淇個女啦。嗱，呢度咧一直嚟估唔到喎，因為從頭到尾咧，舒淇個女咧都係一個植物人嚟噶嘛一直以嚟咧，阿舒淇咧都好想去即係能夠咧可以醒翻落嚟但係估唔到佢原來係即係鋪陳出嚟咧，佢就係呢一部劇裏邊嘅即係最大最終極嘅一個即係所謂遊戲操控者，甚至乎呢少少係鋪去第二季咧佢同咧幕後嘅一個大老闆嗰個唔係烏鴉哥喎，幕後大操縱人係叫楊哥喎，佢同楊哥係有啲關係，甚至乎同楊哥講就係話，你想培育啲年青人，其實我係比呢一個就係烏鴉哥即係裏邊嘅張士海咧係更加匹配係做呢一啲詐騙集團嘅一個即係可能最大嘅操控者啦咁原來佢係最奸嘅一個。咁當然啦，當中嘅時候咧呢個講過噶啦，就係懷疑過噶啦，佢係咧即係透過啲所謂旅遊頻道咧去吸引啲年青人，甚至乎自己身邊嘅好朋友咧去呢一個咧叫咧度假村嘅當初咧就喺度估下啦，係咪真噶，定係俾誣衊咁樣，俾律師嘅女安琪誣衊等等。到最後鋪出嚟，原來呢個就係最大嘅一個即係反轉位啦。咁我相信觀眾就係覺得哇太多啦，去到最後竟然鋪佢喺咁樣。但係 anyway，我覺得導演又有心咁樣去精心安排呢，就係想鋪陳去到第二季嘅。咁我都有估唔到佢咁嘅主題都可以發展到第二季，但係大家又係想睇落去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係精彩嘅。嗱，大家呢其實睇呢一部劇嘅片頭呢都 feel 到嗰個感受噶啦。個片頭你睇嘅時候呢，就發現到呢一開始就係一啲即係枯萎咗嘅花
花突然間咧迅速咧慢慢咧就係咧變翻咧好燦爛、顏色好繽紛、好靚嘅一個畫面，出咗個標題回魂計，點知一陣間瞬間啫就即刻又化翻做呢啲腐爛嘅花喎，一啲好恐怖啊，即係變咗係好凋零嘅一啲嘅感覺俾到大家。咁啊正正就係講緊呢一個劇裏邊神女嘅法術啦嚇，將一個即係離開咗世上嘅人突然間還魂，瞬間還魂成為翻即係一個正常嘅人類，但係呢個時間相當之短暫，只係區7日嘅時間。嗱，佢呢一個即係成個故事嘅情節啦嚇，就係同一個標題咧，亦都係可以話係互相呼應啦。但係最緊要亦都係呼應翻佢想講嘅主題，就係話咧重複又重複嘅希望係比絕望更加痛苦。個標題出嚟嘅片頭嗰個花由呢個凋謝變成一個咧突然間回復翻一個咧好有光鮮、好顏色繽紛嘅畫面，就係一個希望。但係呢個希望到最後咧，其實都係帶嚟大家痛苦，因為佢都係會再枯萎翻。因為呢個希望到最後都唔係成真。咁戲裏邊呢，無論係呢個即係烏鴉哥啦、張士海啦，就對即係為呢一個捉咗喺詐騙集團捉咗嘅呢班年輕人帶俾佢哋一個有一個希望。呢個希望咧，大家咧其實喺嗰啲睡房都見到嘅。睡房我哋見到其中一個咧少女啊，個少女咧佢咪黐咗啲貼紙嘅，有啲星星貼紙喺牆上邊就記錄低自己咧做詐騙嘅呢個行徑咧達唔達到標。當佢咧黐滿晒星星嘅時候咧，代表達標咧，就諗住話咧，哇可以放佢出去啦，可以翻去呢一個世界度啦，可以攞咗筆bonus 添啦。跟住佢仲話希望咧攞啲錢翻去咧，就係俾屋企人咧去起樓啦，咁樣起房子啦咁樣。但係呢啲都係希望，一啲假嘅希望。到頭來咧，即係無論嗰張即係黐滿星星嘅貼紙咧，都係一個希望。嗱，我覺得咧，從來咧希望咧係帶俾人嘅動力向前。咁所以呢度咧就可見一斑啦嚇。利用透過呢一啲咧黐滿星星嘅貼紙，即係一粒星星黐落去，再黐另一粒，直至到黐滿晒，成個過程就帶俾裏邊當事人呢個妹妹咧一個好大嘅動力啊，一個希望去向前行。但係呢啲就係重複嘅希望，到頭來原來係假象嚟嘅，攞晒之後你係出唔到去，相反呢，就係成為一具屍體，係嘛？咁呢個呢，當然啦，我相信就係對即係人類呢一個即係最大嘅一個懲罰嚟嘅。咁等於舒淇佢講嗰番說話一樣啦，係咪？即係死亡反而就係一個即係獎勵嚇，就係獎咗佢。其實生存先至咧係一個最大嘅懲罰，又因為佢哋心目中覺得生存先係最大嘅懲罰，所以佢先要將呢個壞人烏鴉哥張士海咧帶翻嚟呢一個咧塵世間，然後將佢做一個終極嘅折磨啦。嗱，咁所以咧總括而言呢，呢一套劇咧雖然咧感覺上咧係劇情係比較複雜，但係我覺得反而咧複雜得嚟咧係豐富嘅嚇。咁成個觀感嘅過程咧，我覺得都相當之即係極具追看性啦。同埋咧佢每一集咧都係俾到啲位你去忍唔住要快啲睇下一集嘅。同埋咧佢嘅一個即係劇情嘅鋪排咧，都係一貫咧 Netflix 咧好多大劇咧出名嘅劇咧嘅鋪陳嚟嘅，就係話咧佢唔係咧就係一條直線發展，亦都唔係純粹係一個咧叫做講翻個結局先，然之後咧就再倒敘式去講翻成個劇情。相反嘅就係話咧，佢係將 flashback 咧係不斷穿插喺每一集度，即係每一集嘅開頭咧，你又會見翻之前1-2年前啊、3-4年前發生嘅咩事啊、詐騙案之前啊，同埋詐騙當中喺呢一個咧Paradise Resort 入邊發生嘅咩事咧，佢每一集開頭就會講翻少少呢啲片段，去令你咧就再知多啲呢個劇情背後嘅一啲嘅細節，然之後先講翻嗰一集嘅主線啊，就係話佢哋好啦捉咗啲即係揾到呢個張士海嘅屍體咯噃，將佢翻山咯，將佢折磨咯，跟住嘅發展咯，即係拍咗啲片咯，然之後點樣揾佢阿媽咯。咁佢每一集呢，雖然有講呢啲內容，但係呢每集嘅開頭呢，都會講翻之前發生咩事，令你呢慢慢逐步呢知多啲呢一個劇情，就唔係一開始呢就俾晒所有資訊俾你嘅。等你即係好似個洋葱咁樣啊，即係就搣開一層，再搣開下一層，抽絲剝繭去清楚知道究竟導演編劇
擺咗啲咩故事喺度。咁雖然呢個故事呢，感覺上呢，到最後係複雜，係好多反轉位，好多 twist 位嘅，但係我覺得都仲可以接受嘅。當然有啲網友都話：喂，如果你即係簡化少少，有啲劇情可以直頭唔要嘅喎。譬如佢哋啱啱捉咗阿張士海折磨一輪之後，張士海走甩喎，就話要揾救護車救佢嘅時候，俾佢喺條馬路度跑咗一輪，到最後呢，都俾阿李心潔同埋舒淇捉翻啦。咁呢一攞戲有啲人話直頭可以唔要啦，cut 晒佢都得啦，係嘛？係嘅，裏邊當中我諗有啲劇情有啲部分呢，可能你唔要濃縮簡短化，甚至乎將某啲咧反轉 twist 位咧 cut 咗佢都可以做到嘅。咁但係呢，佢而家咁樣擺晒落去做9集呢，我覺得豐富咗個劇情，我又唔覺得好立落。同埋呢，最大嘅賣點就係咧睇呢部劇呢，睇到哇3個啊，唔係淨係舒淇、李心潔㗎嚇，另外做律師嗰個媽媽呢，嚇，都係咧呢個金馬即係啲影后級嘅喎，3位影后級嘅女主角啦嚇，咁啊可以話演技大鬥法。咁呢個都真係我覺得係鑽石嘅陣容嚇，即係我諗可一不可再，非常之咁精彩嘅。咁啊當然咧拍攝上呢，佢都個畫質啊，所有嘅構圖啊，所有嘅安排呢，亦都係盡善盡美，所以咧觀感呢係非常之咁良好嘅。咁啊除咗呢2大女主角李心潔同埋阿舒淇呢都保持得好好之外呢，尤其是舒淇啲演技我覺得好好睇喎，即係又俾翻個感覺俾你啦。因為以前我哋呢知道呢，睇咗好多舒淇嘅戲啦，咁啊今次俾翻個感覺俾我啦，甚至乎呢，佢演到嗰種呢，即係傻大姐嘅感覺啊。開頭係有啲傻大姐啊，即係橫衝直撞啊，咁啊永遠有機會呢都係即係哀求啊，希望盡快解決問題啊。到最後呢，佢個心態都有啲轉變。咁我覺得佢嘅心態佢嘅轉變呢，去到最中後段嘅時候呢，哇開始呢，即係精明咗一個人，同埋有好多計謀啊，醒咗咧。呢一度呢個蛻變咧比較大嘅嚇，咁但係我都可以接受嘅，可能可以講喺某程度上佢都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啦。不過開頭冇特別去鋪陳，冇去介紹咁解嘅啫嚇，即係由一個傻大姐變成一個好精明啊、好識用計嘅人啊。咁呢個過程呢係快咗啲，係有少少突兀嘅，但係我都仲可以接受，都好睇嘅。咁李心潔更加唔使講啦，我覺得真係咧導演咧刻意咧就用呢個《黑暗榮耀》咧，宋慧喬咧做一個即係做一個藍本啊，去打造李心潔，所以變咗咧，我覺得裏邊當中某啲即係李心潔嘅打扮啊，佢嘅表情啊，佢嘅造型咧，都有啲俾到我咧阿宋慧喬《黑暗榮耀》嘅嗰個感覺俾到我嘅。但係都係嗰句啦，呢部劇咧就厲害之處就係佢唔係翻得《黑暗榮耀》，佢雖然都係復仇劇，但係佢唔係想咧即係好似《黑暗榮耀》咁樣拍一個台灣版。相反嘅就係話呢，唔係講即係個女主角嘅即係成長，相反就係講佢哋嘅女，佢哋嘅下一代當中嘅嗰個關係。咁啊，呢部劇我覺得係好成功嘅嚇，復仇劇之餘啊，刺激之餘，亦都講到裏邊嘅中心思想，希望同絕望嘅關係，同埋究竟人與人之間係咪真係唔存在信任？我相信呢一個即係呢個中心思想呢，應該咧導演會帶落去即係下一季度啦。我相信佢鋪陳緊下一季呢，都係呢個重要想講嘅一個重點就係信任，人與人之間究竟係咪真係冇信任呢？如果呢個題材呢，就正正呢，就係同呢個所謂詐騙集團啦，即係現實生活中我哋遇到嘅呢啲事件呢，其實可以話息息相關。咁啊，亦都係值得大家呢去即係去反省啦，同埋深思嘅。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呢，關於呢一部啦 Netflix 嘅最新嘅台灣劇啦《回魂計》呢，講到呢一度啦。咁啊中意嘅朋友呢，請俾個 like 支持啦。咁啊，如果喜歡呢個頻道嘅朋友，希望你會 subscribe 頻道，撳埋啷啷鐘仔，甚至乎呢多啲留言，同埋呢幫手 share 影片啦。下條影片再傾過，多謝你，拜拜。